今期兩會居然討論減肥，像你就太胖了，要弄得瘦一點。嗱，年年兩會都係全國嘅焦點，因為最重要嘅國家大事都會喺嗰幾日進行深入嘅討論。但係社長居然發現減肥成為咗今年兩會嘅重要議題。國家大事都濕碎嘢借名先啦，文西。確實喎。肥胖問題係目前我國一個好棘手嘅民生議題。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嘅成人肥胖食養指南顯示，我國18歲及以上居民嘅超重率、肥胖率分別達到咗34.3% 同埋16.4%，居民肥胖率呈上升趨勢。中國25歲及以上成年人超重肥胖患者超過4億，數量位居全球第一。我哋有個傳統觀念就叫做民以食為天，食咗落肚嘅先係自己嘅，所以肥都肥得好有特色，好多都肥晒喺個肚度。數據統計，近30%嘅中國成年人就係所謂嘅大肚腩。點為之大肚腩呢？有數計啊！就算你手腳都唔肥，只要男性嘅腰圍去到90cm， 女性嘅腰圍去到85cm， 就可以被譽為大肚腩。仲唔嗱嗱聲攞把尺度下？我一定要好好地教育下一代，因為兒童就係社會未來嘅主人翁。唔好意思啊，班未來嘅主人翁經已賴咗嘢啦。我國嘅肥胖低齡化嚴重到非常。2025年，19% 嘅6至17歲嘅青少年兒童有超重或者係肥胖問題。6歲以下嘅兒童嘅肥胖率超過10%。有研究預測，如果你班家長仲唔諗辦法，2030年中國兒童超重肥胖率將達到31.8%啊！陰公，喂！祖國未來嘅花朵唔可以再咁肥肥白白啦，多啲做運動，少啲食麥當勞啦，因為肥唔單止唔好睇，仲好易命都短啲。體重異常容易導致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腦血管疾病、脂肪肝，甚至係一部分 cancer 都同肥胖有一定嘅關係。有嚟自醫學界嘅代表亦都表示，身體密度 BMI 指數超過35嘅人，要改善一下飲食習慣同埋生活方式，最好就係直接揾營養師幫下手。如果再唔控制下，2030年就真係要過肥年。屆時我國成人超重肥胖率將達到70.5%，兒童超重肥胖率啱先講過啦，將達到31.8%。喺3月9日嘅民生主題記者會上面，衛健委就表示將持續推進體重管理年嘅行動。結果會後就出現咗呢一幕。但你就太胖了，但你這樣大的肚子是我們主要的目標。呢個國家減肥嘅主要目標人物就係佢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楚康喺北京報道。肥就肥啦，肥到街知巷民享晒到啊，真係慘。如果佢有睇社長舊年嘅減肥經濟嗰條片嘅話，學咗裏面嘅減肥公式，就唔使咁樣俾人當眾話大肚腩啦。有興趣了解減肥相關知識嘅社員可以抄翻嗰條片嚟睇。講起減肥，社長都係過來人，曾經試過3個月減咗30斤。如果你有意向減肥嘅話，社長推薦2本書過你，一本叫做《斷糖飲食》，教你點樣食嘢；另一本就係《運動改造大腦》，教你點樣做運動。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為咗控制體重要花大量時間做運動，同時又唔食得自己中意食嘅嘢，大家覺得值唔值得呢？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